中央航空一名空服员无爽快过去上班，飞到台湾了后就住院，落尾就来过身。个别是当天呢，这中央航空的行政部门竟然来催讲，就要提供这住院期间的请假证明。今下晡有空服人员和民众去到中央航空公司的门口献白玫瑰，表示哀悼。伫中央航空公司门口放纪念纸板，勾显一束一束的白玫瑰，哀悼破病复勤返来台湾住院过身的空服员。发起活动的同时，产业工会呼吁，中央航空应该要停止维权，检讨员工的请假制度。过身空服员火化个别时之间，家属收到公司催交9月27家庭照顾假证明的消息，家属回传死亡证明，批评公司真正爱检讨。中央航空发声明，对当人业务无实、地属失误表达失礼。工会是讲，空服员当时应该是当兵住院，所以唔敢请病假。家庭照顾假或生理假是在性别平等工作法里面有规范，不能有不利待遇，所以这个空服员当时才会选择请了这个假。一个人被逼到什么程度，需要去讲这种话去回应公司，就是他当时可能非常脆弱，跟非常的害怕。劳工身体不舒服生病，还要被要求硬撑着上班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我们其实认为说不应该不应该让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被正面鼓励存在在企业文化里面。请假制度引起关心，要担任外商空服员培训机构的业者讲，因为航空业按照法规需要派遣一定人数的组员，若是有临时请假，就影响一寡人。在请假的时候，公司必须要尽快的抓飞其他的组员来填补这个空缺，没有全勤的关系而影响到接下来可能会需求班表的权利，这些部分都是依照不同航空公司的规定。要当时带过国际甲外籍航空的空服员私底下讲，中央航空以专勤就当申请想要飞的航班来鼓励，部分外籍航空都无这种的奖励。不过相对也未因为请病假，煞未当调班的处罚。各公司因为无共考虑，会有无共的管理手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